呢個冬天係凍㗎，不過有愛心嘅人就令到氣溫冇咁低，寒夜冇咁難捱。上回我就講到有人會關心嚴寒下嘅無家者，不過喺呢處嘅流浪動物其實都有好多人愛錫㗎。新聞紙報道，有善心人喺社交媒體呼籲同集資善款，買咗超過200件嘅寒衣，四圍去幫啲流浪狗着衫保暖。另外，仲有心人出錢出力，自資去買麻包袋，然後將禾稈草塞喺袋入面，兼且縫埋口添，去為流浪狗整個靚床鋪。睇到都覺得好暖心咯。咁當然餵飽佢哋嚟御寒係最首要嘅任務。喺好多地方餵流浪動物係犯法的，但係喺印度就唔同講法啦。餵飼流浪動物嘅唔單止不犯法，而且仲係受到法律保護添。反為係阻止人哋去餵動物嗰啲人，先有機會犯上刑事責任。哼，死未？個 logic 係你唔俾人行善，令到動物挨餓受苦，咁就需行為不當兼且虐待動物兩條罪，咁就死梗要受罰啦。當然，出於婦人之仁去餵流浪動物嘅係佔大多數，其實佢哋引起反感係完全可以理解的，因為就咁放低食物，一來可能會搞到啲狗狗大打出手。二來食物食唔晒，留喺現場，搞到環境污糟邋遢，引致蟲鼠為患。咁嗰度啲居民自然超不滿，就更加憎厭啲流浪貓狗啦。於是高一層次嘅就係有愛心兼且有腦嘅餵飼者，會照顧到討厭甚至驚貓怕狗嘅人嘅感受。佢哋會劃定餵食嘅地點，帶備貓兜狗兜。餵完之後，又會清理好現場，不留痕跡，將乞人憎嘅程度降到最低。不過最理想、最高層次嘅，除咗係餵飽之外，仲會關心埋動物嘅健康同福祉。呢，我就遇到咁樣一個團體，每晚10點零喺我屋企樓下就會出現一架流浪動物 Food Panda 嘅 van 仔，為啲街貓街狗送飯。夏天佢哋一日送一餐，冬天就送早晚2餐。有一日我就八卦同送飯嘅哥哥傾咗幾句，原來成件事係由一個醫生撐起，佢組織呢個志願團體係要將餵食、打瘋狗症預防針、絕育同領養一條龍服務完全涵蓋。嗱，佢哋嘅行動部署必先由餵飯開始。因為要靠餵飯嘅仁者仁兄嚟跟動物建立互信關係，跟住先可以識別邊隻打邊隻，然後捉佢哋去打針同絕育，兼且跟進埋手術後嘅護理。所以咁樣去餵流浪動物係有策略，而非淨係出於婦人之仁，好心做壞事，令流浪動物唔受控咁繁衍。其實呢個醫生就住喺我屋企個區。佢個私人診所成日都排晒長龍，佢嘅醫術應該係了得啩。不過可以肯定嘅係佢對流浪動物肯定有一顆惻隱之心咯，有愛心兼且有能力，搭埋理性同負責任嘅態度，咁仲唔贏晒咩？另一個又係贏到開晒行嘅動物 NGO Animal Aid Unlimited 就坐落喺印度其中一個最漂亮嘅城市烏代浦。烏代浦點靚法？靚到連成部 James Bond 電影 Octopussy 八爪魚都係喺嗰度拍咁靚咯。話說喺1995年，美國人 Erica 同 Jim 去到位處印度西面嘅烏代浦旅行，好快佢哋就喺呢度落腳兼安居。有副好心腸嘅佢哋見到嗰度受傷同患病嘅流浪動物得唔到咩照顧，於是就決心要做嘢。2002年，兩夫婦同囡囡 Claire 成立咗 Animal Aid Unlimited 呢個註冊團體，名正言順咁
拯救同改善流浪動物嘅生存狀況。由於佢哋全程錄製動物由拯救到治療以至康復嘅過程，兼且放上去 YouTube，於是全球人都可以睇到由甩頭甩骨苦過弟弟，去到奇蹟般嘅 happy ending。大家亦睇到難能可貴嘅真心同努力，於是就吸引到多方嘅資助，同本地以至全球人都去幫手做義工。佢哋由最初嘅3man band，去到今日擁有超過100人嘅醫護團隊，由拯救貓狗擴展到豬牛羊馬鳥類兩棲類等等。或者可以咁講，除咗人類同猛獸，佢哋都會 take care 咯。不過咁都不特止，資源多咗，佢哋就展開咗幫流浪動物絕育嘅計劃，又定時去當地嘅學校推廣愛護動物嘅教育，甚至培育更多獸醫醫護人員。總之就係美好過美好啦。我強烈建議大家去 YouTube 睇下佢哋嘅 channel 嚟改善下心情。有能力嘅話就資助佢哋，等佢哋做更多好事啦。個尾流浪動物嘅存在係一個雙輸嘅局面。流浪無依嘅生活唔係太殘酷咩？而印度人本身亦都係受害者。印度目前嘅流浪狗數目估計超過2000萬。2024年狗咬人個案保守估計接近400萬。喂，我都俾流浪狗咬過㗎，幾慘痛啊！搞到我要走去食雪糕嚟呵返自己啊！而且除咗人，仲有好多動物，包括貓、牛、羊等，都經常受到流浪狗群嘅襲擊。世衛就話，印度每年有18000至20000人係死於瘋狗症。天啊，咁都得？一個 make sense 嘅政府點可以容許呢種事情不斷咁發生呢？咁嚴重嘅社會問題，冇可能單靠啲慈悲又理性嘅志願團體嚟應付噶嘛。有調查指出，有幾個邦政府確實係有動用公共資源，努力甚至成功降低咗流浪動物嘅數目。不過亦都有大把市政府每年動用到千萬盧布，但係5至11年來竟然連一個動物絕育手術都冇做過。啲錢去晒邊呢？透明國際係一個監察團體，瞄準嘅係不同國家喺公共資源開支上嘅清廉程度。1個星期前，佢哋新鮮出爐咗調查報告，100分為清廉滿分，印度得到39分，比長國嘅43分仲要低。而得分超過80分嘅係丹麥、芬蘭、新加坡、紐西蘭同挪威。我不禁想，越清廉嘅國家，流浪動物嘅數目就越少。當然，流浪動物少嘅國家就唔一定係清廉嘅，好似長國同清廉2個字都不靠邊啦。不過就冇乜流浪動物，因為俾人食 Q 晒啊嘛。我悲觀咁認為，隨住外國投資嘅熱錢不斷湧入，印度嘅貪污情況只會惡化。流浪動物嘅處境同引發嘅問題會點改善？唉，天曉得。